近幾年見到好多朋友同親人都遇到大大小小嘅困難，有人為感情、結婚煩惱，有人為工作、前途煩惱，又有人為家庭關係，例如婆媳問題煩惱。總之，做人好多煩惱。當一個人面對困難、失望、迷茫嗰陣，好自然會問自己：做人係為咗乜？我自己都問過好多次呢個問題，但好耐都揾唔到答案。直到有一日，我喺基督信仰入面認識咗創造天地萬物嘅真神，先真正明白到人生最終嘅目的係榮耀神同享受佢所賜一切。呢個答案唔係人自己諗出嚟，而係神親自話俾人知，呢個先係真理。唔信主嘅人通常唔會接受呢個答案，因為大部分人都係以自我為中心。對佢哋嚟講，人生嘅目的一定係為自己，唔係為其他人，更加唔係為神。當人咁諗嘅時候，就等於拒絕咗真理，結果就係一世人都喺真理以外不斷揾答案，結果永遠都揾唔到。有人會講，人生嘅意義就係揾人生嘅意義，聽落好哲學，但實際上有意義咩？又有人話，人生就係盡量去享受。但問題嚟啦，乜嘢叫享受人生？好多有錢人乜都有，咩都玩過，但心裏依然覺得空虛，冇意義。甚至有啲人會話，人生根本冇意義。呢個講法其實幾誠實。因為如果你信進化論，一切都係偶然出現，冇目的，咁當然唔會有咩意義。但諷刺嘅係，就算話人生冇意義嘅人，內心深處都唔會真正活出咁嘅信念。佢哋都仍然想揾啲嘢去填補空虛，揾意義，揾價值，但結果仍然唔會滿足。所以，不如我哋退一步，諗返最初講嗰句，人生嘅目的是榮耀神，享受他所賜一切。呢個講法點解可信？因為你會發覺，人內心深處其實好渴望被接納、被尊重、被愛。當你俾人接納你嘅意見、尊重你，甚至愛你，你就會覺得人生好有價值、好幸福。但呢種感受，進化論解釋唔到，佛教都講唔通。點解人會有自尊？點解人會關心公平正義？點解人會有愛心、有理性？答案就喺聖經入面。人係照住神嘅形象造成，而神係榮耀、聖潔、公義、慈愛、智慧，無所不知。所以人本身就帶有神嘅影子。我哋有道德、有愛心、有理性，唔係因為教育得好，而係創造我哋嘅神本身就係咁。我哋會為咩唔公平嘅事發火，會唔忍心見人受苦，呢啲都係因為我哋心入面有神嘅形象。試下諗下，一個信進化論嘅世界，應該係適者生存、弱肉強食。但點解會有人願意犧牲自己去幫助災民？又點解我哋會覺得有啲說法係唔啱？原來心入面就已經有個良知標準。聖經話世界係神所創造，但人因為該傲離開咗神，將自己放喺中心，結果就迷失方向。每個人都用自己嘅方式去解釋人生，但越解釋越亂，因為冇一個絕對標準。直到人回轉，願意承認自己嘅罪，接受神所賜嘅恩典同赦免，先能夠真正返到真理入面，生命先變得合理有意義。一部機器要點用，最清楚嘅一定係發明佢嗰個人，如果唔係，都可以睇說明書。咁人生點樣活出意義？梗係問創造人嘅神，睇他俾我哋嘅說明書聖經。神創造人係叫人照住他嘅心意去管理大地，唔係跟住自己諗法行，而係按照神嘅心意去生活。但人類嘅祖先亞當夏娃懷疑咗神，食咗分辨善惡樹嘅果子，從此就用自己嘅標準去判斷一切，唔再以神為準則。結果全人類都喺度揾意義，但永遠揾唔到。直到一個人悔改、重生，接受耶穌所賜新生命，人生先至真正開始有意義，唔再以自我為中心，而係活出創造主為我計劃嘅人生。當人行喺神嘅道路上，唔單止生活有方向、有愛心，更加會得着神所賜嘅祝福，同埋永恆生命嘅盼望。你想唔想得着呢個真正嘅福氣？福音對於願意相信嘅人係恩典，對於拒絕嘅人就係審判。而家就係你選擇嘅時候。